又是那天目童！启家太后请功。喂，你怎么又弄这招？喂，师傅，我这是活着还是死了？你当然还活着了，我救了你。带你去个地方。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云姑娘，时间太紧了，也没来得及跟你说，别介意。哟，这不是云大人吗？你不是不在京城，周游四方去了吗？小蘑菇，我骗了你。这事情有些复杂，云姑娘她一直都在皇宫里，所以一直没有跟你说。哦，那是我误会了。他们说云香容是瓦剌的奸细，和宁妃是一伙的。哦，谣言，一定是谣言。我的确是瓦剌的奸细，我也是宁妃的帮凶，是你师父网开了一面。确有此事？师父，你这可是做了帮凶啊！云香容残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，她理应该死。是，我是有罪，我也没有想过要活着。我这条命是你师父给的，他想要拿走，他随时都可以拿走。小蘑菇，云姑娘以前只是受制于人，她并没有做什么错事。眼下这许多事情也都过去了，我们何不一切向前看，既往不咎呢？好啊，你是师傅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，听你的。小蘑菇，怎么会这样？连法场被砍头的人也被劫走，事情传出去，如何堵住悠悠众口？太后，又是天目童，是儿臣的疏忽，没有抓到他，让他有机可乘。如果小蘑菇被他救走，又有于大人做事，将来事情处理会很棘手。命锦衣卫全力捉拿这几个人，一个小蘑菇，一个道士，还有一个瓦剌奸细云香容。是。你起来吧，正好挑起百姓的愤怒。这宫中的压力太久了，全加在他们身上，激起民愤。同时，你做好登基的准备，要先下手为强，并且告诉百姓，只有你才能拯救整个朝廷。太后英明，儿臣先行告退。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都是。天下无情，乡亲们，就是因为他们，我们的大明帝才被俘虏的。对，就是因为他们，我们才家破人亡，无家可归。你说他们该不该死？该死！谁该死啊？没想到民怨这么大，看来六王和太后已经把这些民怨转移到我们身上。现在怎么办？这地方待不下去了，我就告诉小蘑菇，我们得换个安全的地方。什么事都干，真是。参见太后。罢了，于大人，根据皇帝诏书旨意，六王持有日月神鼎，是真龙天子。在此内忧外患之际，即刻继位为皇帝。于大人，你有何意见呢？臣只照皇上的密诏行事。如果六王真的能拿出日月神鼎，臣一定全力支持。如此甚好。神鼎就在本王地宫当中，等本王登基之时，便拿出神鼎，普天同庆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臣告退。
干什么？不干嘛啊？这里面的人都鬼鬼祟祟的，没有一个好人样，谁知道这茶碗里有没有毒啊？我觉得呢，一个人死呢，好过2个人吧。你，这位小兄弟说的确实是大实话。我们混黑道的怎么会有一副好人长相呢？不过白道上的伪君子也为数不少啊。这明面上的坏人总比暗地里的小人要好得多。洪三爷爽快，要不是洪三爷收留我们都没有地方住。哪里，我是早就盼着天目兄弟你能够再次来到我这里了。请。你们也别客气，把这儿当自己的家，就是给我面子。洪三爷，我们此次出行多有不便，请洪三爷替我们打听一下，这六王到底什么时候登基？你们是朝廷重犯，怎么还关心朝廷的事儿？难道你们想在皇帝登基的时候有所行动？我要是你啊，早就远走高飞了。这六王根本就没有资格登基，真正的皇子是小蘑菇。你看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看看真命天子长什么样。哼，也没有什么不一样。你，哎呀，咱们大明不能有2个皇帝，就像我这72寨不能有2个瓢把子。难怪六王对你们紧追不舍，要杀你们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才不能让六王登基。如果他登基的话，我们大明就会陷入一场劫难。我料定六王他不是一个好皇帝。不管谁登基，这皇帝都和做江湖老大是一样的，要把这一切都做好是很难的，不是什么人都能够的。不能够凭着一个继承者的名头，得要有真本事才行啊！古往今来，有多少个皇帝因为不能够做好这些，弄得国家民不聊生，他自己也没有一个好的下场啊！三爷，您可就别再说了，这儿有人坐不住了啊！哈哈哈哈，我也就是发发牢骚。兄弟放心。你交代的事情，我一定帮你打探清楚。那就有劳三爷了。哈，好，各位先休息，我就告辞了。告辞。师傅，就为什么我是皇子就不能自保呢？我不想再过一些躲躲藏藏的日子了，我想要正大光明的生活，不可以吗？小蘑菇，我答应你，总有一天你会自由自在的在阳光下生活，不用再躲躲闪闪。也不会再有任何危险。天木童，这一路上有多艰辛，做这个决定可要三思啊！小蘑菇，我决定了，你生下来就是皇子，保命的唯一方法就是登基，在这之后，你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了。师傅，我可以一起和你继续进山，我们一起去修行。哪座山不是大明的江山？你一直逃，就会一直有人在追你。可是我现在登基，我没有日月神鼎啊！我没有鼎，我怎么登基啊？你有。小蘑菇，你这是逼你师父答应你。不是云香容，你这皇帝谁都想做，做皇帝可以自保，也可以让别人死。我知道我现在连累你们了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好，你们可以远离我，不用再保护我了。如果遇到威胁的话，我就跟人家去搏去，就是拼死，不用你们任何人管我。就这样。云姑娘，往后艰险异常，恐有连累，不如你还是早日离开吧。我说过，你做什么我跟着你做什么，你犯傻我也跟着你犯傻。你现在要我走，不如杀了我。
只要太后同意，这件事就万无一失了。恭喜王爷即将荣登大宝。还叫王爷？啊！万岁！朕终于等到这么一天了。只是天目彤没死，迟早是个心腹大患。母后，天目彤怎么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偷听多久了？我看六王叔在这儿就没进来。母后，你们刚才说天目道长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他死？为什么还说他是心腹大患？你父皇都被瓦剌给俘虏了，你怎么心里只想着天目彤？父皇？父皇不是正凯旋还朝吗？怎么会被瓦剌俘虏呢？还有，刚才你们说六王叔要登基，难道六王叔要代替父皇当皇上？这我怎么都不知道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天目头攻劫宁妃和云仙荣这2个瓦剌刺客图谋不轨，现在全国正在通缉他们。乐平公主身居宫中，不知世事，自然也不知人心险恶。皇后，还是多担待点。我不相信，天目道长怎么会跟瓦剌间谍勾结？若不是他3番5次救我们，我根本就不可能还活着。我不相信，你们都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不相信，你们都是骗我的。平儿，这个天目彤让我母女离心，我怎样才能抓到他？他们目标现在那么大，又被全国通缉，找到他们并不难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只要找到他们，便把他们全部杀掉，就再无后顾之忧了。兄弟，洪三爷还没睡啊？宫中有消息了，弟兄们说宫中正在举行大典，六王马上就要登基了。这事我已经知道了。哎，那姑娘不错，别犹豫了，赶紧过去吧。哎，人呢？你看，你犹豫，人就走了，赶紧过去。哼，三爷，小道只是路过，并无心去找云姑娘。哎，别装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呀？上次你们来，我就觉得有问题。告诉你，三爷我阅女无数，这样的好姑娘，你要是错过了，你就后悔吧。行，我不在这打搅你了，给你腾地方。三爷好好休息。你在找我吗？哈，云姑娘，你还没睡啊？睡不着。刚才听洪三爷说，六王就要登基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明日就回朝去揭发六王，把小蘑菇的事情告知天下。失败了，你是在所难逃；成功了，也难以随心所欲。你一插手，就陷入了权力之争，与虎争皮。你现在放手，还来得及。
得及。我答应过小蘑菇了。这么美的月色，实在不应该说这些。方才三爷说的话你都听到了。所以你来找我，想要说什么？哼，没什么。如果你不插手明天的事的话，等我手头的事情一办完，你想去哪里，我就陪你去哪里，陪你云游四海。如果我明天能够顺利地把事情做完，我愿意让你陪我浪迹天涯。好吧，我知道我阻止不了你，你想做的事，我就会陪你去做，我会陪你完成你的承诺，但不是帮小蘑菇继承王位。可如果明天要是失败的话，你这个通缉犯可就在劫难逃了。那就一起死啊！各位大人，这便是本王地宫中的神鼎。这鼎威武四方，果然不同凡响，就像六王殿下呀。是啊，鼎在地宫埋得很久，也要洗去灰尘。这个国家在王爷的治理下，也将不再蒙尘。说得好，本王治理这国家，从此以后就不会再蒙尘。那现在，我就让大家一睹这日月神鼎的风采。天幕道长，哼，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啊！3个朝廷重犯不请自来，自投罗网。本王倒想知道，你们为什么要来？我只是想告诉诸位大人一些话，六王不会害怕我说什么吧？哼，妖道妖言惑众，我们为什么要听你说？来人，全部拿下！慢。微臣倒想跟天目童道长聊一聊，看看他们有什么话说。天目童，你身为朝廷通缉的要犯，不思远走高飞，却冒险回到宫中，这是为何呀？小道只想告诉诸位大人，六王的这个鼎是假的。大胆！神鼎是假的，是假的。你说这神鼎是假的，可有证据啊？真正的日月神鼎可以召唤金人，不知道六王的这个鼎可否召唤？哼，无稽之谈。六王有所不知，真正的日月神鼎确实可以召唤出金人。据传说记载，日月神鼎天下奇物，拥有者可以驾驭巨型金人，统领天兵天将，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。
所以这日月神鼎才会成为历朝历代争夺的焦点。那些不过是传言，怎么能信以为真呢？还是有请六王迅速祭鼎，看一看能否召出金人。妖道妖言惑众，这鼎便是本王地宫中的真鼎。难道你能拿出祭出金人的真鼎？当然。什么？你能拿出来？神鼎在此。一这是神鼎。你拿一个尿壶就说是真鼎，你这是在戏耍我们吧？来人，把这3个朝廷重犯拿下！诸位大人不要害怕，难道诸位大人就不想看一看，当年的日月神鼎是如何变成小尿壶的吗？你们想看他的妖法？六王爷，公道自在人心，我们不妨看一看天目铜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。若他说的没有道理，那我们自然不会承认皇权的正统性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有道理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你变一变。如果变不出来，本王将你碎尸万段。谨遵六王指示。哎呦！来，你看，果真是天意呀！真是鉴定真龙天子的宝物。这是给小皇子御用的，要好生保管。好，谢皇上。去吧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原来如此啊！天目铜，你想只一个幻术，就让我们相信这神鼎能变成尿壶？我看你是在用妖法糊弄我们。看来六王依旧肯定小蘑菇的鼎不是真鼎。你让本王相信一个尿壶就是真鼎，那六王就认为自己的鼎是真鼎吗？你不是说真鼎能招出金人吗？如果你手上的尿壶能招出金人，本王就相信它是真鼎。也就是说，六王殿下也并不确定自己的鼎到底是不是真鼎。所以，如果小蘑菇的鼎能够召唤出金人，那小蘑菇就是这皇位的继承人。只要你能招出金人，本王就相信他是皇位的继承人。小道现在需要5升之血，还有召唤金人的祭祀台。还要血啊！哎呀，你看这，还要血啊！哎呦，你看看，做反了！哎呦，你看看，哎呦，你看看干什么呢？这是啊？你看看，哎呦，
们是来证明我的身份的吗？你们愿意为我保驾护航吗？愿意。退下吧。原来小蘑菇是我的哥哥。你们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我才是真命天子，我才是正统的皇帝。你们还不跪下？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六王，你还不服气吗？从今日起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宣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天目同巡鼎有功，特加封国师称号。云香容乃瓦剌间谍，罪痕累累，立即将他捉拿问罪。皇上。皇上，这云姑娘一路上救驾有功，还请皇上网开一面。国师不必求情，朕自有打算。皇上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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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皇上驾到！几个时辰了？回皇上，已经5个时辰了。皇上饶命啊！我们错了，你今天惩罚我们，我们真的很开心。开心？那既然开心，为什么不笑呢？笑。笑！小蘑菇，师父，小蘑菇，这些人虽然伤害过你，但他们罪不至死，你何故如此对他们？你叫我小蘑菇，我很开心，也很欣慰。我还是你心目中的那个小蘑菇，但这些人，他们天生就该死，他们都是恶人，恶人就要折磨死他。那你打算怎么对待云姑娘？她可是曾经救过你。她也害过我。师父，我封你做国师，你没有真心实意的感谢过我，一直在想着云香容，想着和她双宿双飞，远离我，对不对？既然我留不住你，那我就把她关起来，我用她留住你，总可以吧？小蘑菇，你变了。不是朕变了，是你这个小道长跟不上趋势了。哼！皇上，我最担心的事情，果然还是发生了。
是我看走眼了。皇上，还让他们爬吗？爬，永远都不要站起来，爬到死为止。是。云姑娘，你来了。我让你受苦了，都是我不好。是我自己选择的，不怪你。你说人为什么会突然改变呢？权力作祟。我在后宫待的时间比你长，见过太多人得到权力之后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不会的，小蘑菇他不会的。你还相信小蘑菇？他不可能是以前的小蘑菇了。他一定会放你出去的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出宫，我带你云游四海。我骗过你。小蘑菇的真实身份是我告诉六王的。当时他以折磨宁妃来逼我就范，这件事情压在我心底很久了，怕说出来你会厌恶我。那现在你说出来，就不怕我厌恶你吗？也怕我根本就不值得你救。皇上，不知请本宫过来有何事？虽然15年前不知道你的身份，但本宫却视你为己出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会把你当亲生骨肉对待。哼，你要做我母亲，我不一定认你这个母亲。而且都知道，皇后对我的母亲李妃恨之入骨，当年莫名流产，暴毙身亡。想必皇后也动了不少手脚吧？还是说皇后就是罪魁祸首呢？皇上冤枉，本宫确实与李妃不和，但是我并没有伤害她啊。那是谁害的呢？本宫实在不敢说。六王和皇后关系这么亲密，想必六王也都知道。要不六王，你说说看。皇上误会了，我跟皇后并不亲密。是，不亲密。当时我被困在六王府的时候，我可亲眼看见你们两个在床上，难道这还不亲密吗？皇上明鉴，当时这女人她的需求太多，趁皇兄出征之时，她就缠着我。皇上，我也是逼不得已。你，六王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怎么能辜负皇后呢？臣确实对不起皇兄，但求皇上看在我也是迫不得已的份上，臣愿意削去爵位，做一个平民。只是你终究给父王戴了顶绿帽子，这事儿传出去可不好听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我绝对不会说出去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你们两个人，我只想留一个，你们看着办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你留在这宫中，妻子不是妻子，母亲不是母亲，人都会死的。放开我！你先去吧，少受点折磨。皇上，我已经把他杀了，你放我一条生路。皇上。公公，疼吗？皇
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让我饶你也可以。当年太后怎么杀死李妃的？奴才错了，奴才全说呀！皇后已经下了打胎药。糊涂！皇上回来，肯定会追究那个贱婢肚子里的孩子，到时候后宫不得安宁。与其这样，斩草除根，刺毒药。是。李妃接旨。李妃，太后赐给你的，喝下去吧。李妃旧疾复发，出殡发丧。皇上，您说过的，饶了我的命啊！皇上，您说过的，皇上。笑话！打到死为止！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这位公公，皇上去哪里了？奴才也不知道，皇上一早就带着人去了其他宫中。去哪个宫了？不清楚。谁这么残忍？是谁干的？当然是皇上了。真没想到，原来小蘑菇就是我的皇兄，太让人惊讶了。原来我不是父皇唯一的孩子。乐平，你母后在什么地方？母后被小蘑菇叫去了。他叫你母后去干什么？我也不清楚，好像六王叔也一起去了。太后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我突然觉得有点头晕，想歇一会儿。你先回去吧。好的，那你好好休息。启禀太后，皇上驾到。知道了。皇兄来了。乐平，你先别出去，别见你皇兄。快，先藏起来。为什么？别问为什么，好孩子听话。快，先藏起来。老身最近老眼昏花，腿脚也不好。皇上驾到，有失远迎了。免了。听说太后抱恙，做孙子的一定要来看看，这是礼数吗？如此，多谢皇上。皇上的心意领了，只是皇上日理万机，不要在这边耽搁太久的时间，否则哀家心里过意不去。太后，朕这次前来是想问一下15年前的一桩往事，听说太后也参与其中，想必太后你应该都记得吧？年代太久了，哀家记不清了。其实太后是最不想看见我的吧？一个15年前本来该死的人，现在好端端的站在你面前。人算不如天算。好。太后，我带来了藩邦进贡的延年益寿丹，朕特意拿来孝敬您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我。太后，
一家人嘛，一家人要永远在一起啊！好个一家人，哀家就如你所愿。皇上，哀家在下面等着你。你这样死太便宜你了。启禀皇上，云香容越狱了。小蘑菇杀人了！六王洪没了！太后洪没了！太后洪没了！皇后洪没了！六王洪没了！太后洪没了！皇后娘娘洪没了！云香容杀了太后，畏罪潜逃。六王和皇后相互残杀，双双死在房内。这些都是宫中大悲之事，必须举国哀丧，捉拿逃犯云香容。皇上，这些奴才记得都对吗？记下来就传下去吧。是。皇上，你说逃走的云香容杀了太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太后的伤口一看就是箭伤而死的，现场留下的证据就是云香容的佩剑。云香容本来就是瓦剌的内奸，为宁妃报仇也是理所应当的。萧蘑菇，你实话告诉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事情就是这样，只不过你不愿意相信罢了。那我现在就去查太后和乐平公主的尸体，看看到底是不是如你所说。你越来越不相信我了。也罢。国师大人，你不能进去。皇上命我来检查他们的尸体。皇上说任何人都不能进去，所以您就别为难我了。皇上说还是赶紧烧掉吧，不然这皇宫里全是死人味儿。上面情绪喜怒无常。脸色泛黑，果然是中毒。竟有此事！我也不敢相信，但他确实变了。小蘑菇去报复太后，可以理解为他是在为他的母亲报仇。可是若如你所说，那太后死得也太惨了。难道成为了一国之君，就让他的天性都泯灭了吗？这是我看走了眼，此事我脱不了干系。国师去了于大人的府上。果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吧。
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，就算贵为皇帝，也不能胡作非为。我一定要严惩小蘑菇。于大人，小道与你同去。不，云姑娘的事情还没有解决，你留在此地等候消息，也好有个照应。来呀，更衣进宫。参见皇上。免礼，于大人请起。谢皇上。大人，我刚想找你问一问如何治国。君子以德治天下，而小人以利治天下。臣这里有一份密诏，是先皇临出征之前交给臣的。既然凭此密诏可以指证你当皇帝，而你不称职，那么自然也可以凭此密诏罢黜你。于大人，我只是想一心为我母亲报仇，我有错吗？可你的所作所为，根本就不是一个做皇上该做的、可做的。作为一国之君，当胸怀天下，以德治国，绝不可以挟私报复，肆意杀戮。事情都做了，不可挽回，就请你自己下诏宣告退位吧。之后，臣会拟书昭告天下，将你的罪行公诸于世，再与群臣商议如何处置。大人，大人，我错了。大人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一心只想为我母亲报仇，现在大仇已报，我可以治理国家了。大人，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大人，大人，我错了。你的所作所为与六王有什么两样？我后悔啊，后悔当初不该拥戴你做皇帝，臣辜负了先皇的重托。我是怎么了？你当然我知道你这次来是不会放过我的，但是我又想报仇，以免跟大人发生争执伤害到你，我在这个屋里点了迷香。你大人，你毕竟是我恩人，我不能加害于你，我要把你关起来，这样对我们都好。你来人呐，把他给我关起来。你虎羊之争，居然羊给赢了。你终于熬出来，你终于苦尽甘来了。看来宁妃还是这么有精神头啊，还能活一阵子。你到底想怎么折磨我？不如就给我个痛快。不，我这次来不是折磨你的，我是想和你做笔交易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飞鸽传书到瓦剌，将大明的皇帝处死。你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想杀，你的心也太狠了。只要你帮我完成这件事，我就放你走。毕竟你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。我答
答应你。我知道你不会放我走的，换作是我也不会放你走。聪明，不愧是刘备。不一定哦。于大人进宫多少时辰了？哦，有5个时辰了。走了。师傅，是你吗？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已经不是你师傅了。这几天每天晚上我都可以梦见我们在一起欢乐的时光。我们回不去了是吗？月儿和陶公公都离我而去，你也要抛弃我，对不对？你做出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以为你做了这些，陶公公他们就能死而复生吗？小蘑菇，你这样做，非但得不到人民的爱戴，还会把自己陷落于众叛亲离的境地。我奉劝你，早日收手吧。我不管别人，我只要你。师父，你变了。以前我伤心难过的时候，你会上前来哄我。你看看你现在，都不心疼我了。小蘑菇，是你变了。师父，听不懂，你现在已经被我困在这个血毒之阵里了。这可是我精心为你布置的，就化作一份礼物，送给你。哎，不要动，千万不要动，因为这个阵，你要想冲破它，轻者内力全失，重者你会死的。你终于对我动手了。我只是想留住你。你看，他是谁？心疼了。我给你2个选择吧，要么杀了这个瓦剌的奸细，留在我身边做我的国师，要么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小蘑菇，你疯了！他是你师傅。就因为他是我师傅啊，我才要给他最好的，把他留在我身边，我每天都可以看到他，因为我喜欢他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放了云姑娘。听不懂，你耳朵有问题吧？我刚刚说的是，你杀了云香龙，留在我身边，不是说放了云香龙。
我忘了，你是一个道士，这么残忍的事儿，你怎么能亲自做呢？要不，我替你做吧。云姑，我们必须分开跑，不然一定会被捉住的。不行，抓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快走！云姑娘，云姑娘，那云姑娘，还请多多保重。抓住他们！抓住他们！别让他们跑了！抓住他们！他们这是兵分两路跑了。天幕统领给我吧，你们追。是。这边，分头追。好，追。天幕道长，公主，天幕道长，小魔狗杀了太后。他现在连我都要杀。什么？走。这边。小心！乐平公主。师傅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就算躲到天涯海角，我也可以找到你。你已经不是以前的小蘑菇了。那你又是当年的天不同吗？你看看你自己，浑身上下充满了七情六欲，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？什么资格？好，我就想看看你抱个死人能跑到哪儿去。不要管我，你快走！不要管我。你不会有事的。你能不能抱我一下？就抱一下。知道吗？这个等了好久好久，听不懂。乐平。
师父，徒儿，你这段日子下俗世历练的如何？徒儿一事无成。徒儿曾想，只要道法高深，便能化解这世间罪恶之结。可是不行，不管你道法有多高深，也始终探求不到这人心之深度，更化解不了恩怨情仇。事已至此，这些都是执念，执念在宫中仍欲念纵横。你还没有看破吗？还是应该放下呀。放下？徒儿明白了。皇上，已经得到了准确消息，皇上已经逃出了瓦剌，现在已经到了居庸关。皇上？是太上皇。真的不再修行了吗？这世间许多事情都不能执着，我修如何？不修又如何？倒是你没事就好。你看你，经历了这么多，怎么还一副山人样子？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就赶不上船了。就这么走了吗？不然如何？好了，逗你的，走吧。